雨季就嚟到啦，喺山多嘅港島西水浸係頭痛嘅問題。渠務署話市區防洪嘅工作比較困難，喺繁忙嘅街道裏面去鋪設一啲更大嘅水管。咁但係現在香港嘅環境嚟計咧，交通非常之繁忙啦，而喺地底下咧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公共設施嘅，所以要揾到一個空間去做一啲更大嘅排水管咧，係有相對嘅困難嘅。亦當然，若果係施工嘅時候，亦都可能會到交通有影響啊，對附近嘅居民有影響咁樣。署方將會斥資10億元建設橫跨跑馬地去到灣仔嘅雨水排放隧道，先喺跑馬地山頂上游部分利用雨水隧道截流，再喺下游灣仔市區改善排水設施。至於中游部分就會興建地下蓄洪池，設計同現時大坑東嘅蓄洪池一樣。嗱，呢度就係蓄洪池嘅內部嚟㗎，咁有2個足球場咁大，同時可以容納到10萬立方米嘅水，即係有40個標準泳池咁多嘅水㗎。喺暴雨期間，部分雨水會分流落入蓄洪池，到洪峰過後再啟動水泵，將雨水抽到下游排放。前期工程喺今年嘅9月展開，預料2015年雨季前第一階段地下蓄洪池可以投入運作，2018年全面竣工，足夠抵禦50年一遇嘅大雨。渠務署由1995年至今投資咗255億元進行防洪嘅工程，消除咗116個水浸黑點。現時全港只係剩低15個黑點，6個已經完成改善工程，7個喺施工嘅當中，其餘2個正喺度規劃同埋設計。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袁俊豪報道。